3到4人單位點樣間3房呢？想要擁有3個獨立空間，但係又唔想客廳太細變黑屋，快啲望過嚟啦！客廳靠窗嗰邊，首先用3開玻璃趟門間出一個大空間，然後每個房間再用木盒子間出每個房間嘅間隔，同時每個房間都設計咗儲物地台、床同大衣櫃，讓每個房間都有各自嘅獨立儲物空間。主人房就大啲，做咗全房地台同 L 型到頂衣櫃，可以擺放女主人嘅超多衣物。咁樣嘅間房設計，讓客廳保留到超大空間。入門就係 C 字櫃，方便換鞋。主個位仲預留咗鋼琴位俾小朋友，連住高身餐邊櫃。玻璃門嘅設計，讓成個客廳嘅空間感進一步提升。廚房都係考慮到平日需要儲存大量食材，所以櫥櫃都係只做咗 L 型，剩下啲位除咗雪櫃位置，其他全部做到頂收納櫃。廁所就係成個側面全部做埋洗手櫃同鏡櫃，都有好多空間收納洗漱用品。咁實用嘅3房全屋設計，需要幾錢呢？即刻私信我哋啦！